5次失敗終於成功，呢一間唔姓周嘅潮汕珠寶巨頭，用20年嘅時間殺入港股。今日我哋就嚟爬一爬周六福上市嘅故事。2004年，潮汕兄弟李偉柱、李偉鵬喺深圳水匯起家，靠住貼牌加盟嘅模式瘋狂擴張。19年開店4129家，97% 係加盟店。堪稱貼牌之王，但問題都嚟咗啊！商標侵權、官司纏身、品控漏洞頻發，毛利率從38%暴跌到25.9%。更加魔幻嘅係佢上市之路啊！2019年首衝 A 股，因保薦機構轉入康美案被逼終止。2020年再戰，被質疑加盟店收入佔比過高。2024年轉戰港股，招股書竟然將3.7億存款寫成咗3700億。直到2025年6月3號，周六福華先至通過港交所聆訊，以募資1到2億美元，發行價24港幣。但係佢嘅模式係唔係真係能夠撐起高估值啊？加盟店佔98%，卻讓加盟店自行採購，品牌方只收服務費，毛利率雖然高，但風險巨大。更加尷尬嘅係，消費者開始繞過佢直奔深圳水匯源頭採購，銀行賣金條嘅加工費仲更加低。周六福華仲可唔可以守住下層嘅市場？面對周大福、寶鋪黃金等對手，周六福靠乜嘢突圍呢？招股書透露，40% 收入來自在線，未來要揼錢開40家自營店，主攻成都、天津等二線城市。但係問題嘅係佢連續突擊分紅6.45億，掏空利潤之後，仲可以講出乜嘢新嘅故仔呢？港股 IPO 敲鐘在即，潮汕兄弟能否借住資本翻身？評論區傾一傾，你有冇買過周六福啊？是福定係禍呢？想唔想低成本捉住港股打新嘅紅利？而家下載方的港美股 App 最高10倍融資打新，零融資利率輕鬆佈局周六福咁樣嘅潛力股。